聖週4，彼此相愛，正如我愛你們。約翰福音13章33至35節。孩子們啊，我跟你們在一起的時候不多了，你們要尋找我，但是我對猶太人說過，現在也照樣對你們說，我去的地方是你們不能去的。我給你們一條新命令，就是要你們彼此相愛。我怎樣愛你們，你們也要怎樣彼此相愛。如果你們彼此相愛，眾人就會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。約翰福音13章33至35節。孩子們啊，我跟你們在一起的時候不多了，你們要尋找我，但是我對猶太人說過，現在也照樣對你們說，我去的地方是你們不能去的。我給你們一條新命令，就是要你們彼此相愛。我怎樣愛你們，你們也要怎樣彼此相愛。如果你們彼此相愛，眾人就會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。主耶穌，求你幫助我活出你嘅新命令，愛他人如同你愛我一樣。求你赦免我嗰啲只以個人嘅觀點同埋評判事人，而非以愛相待嘅時刻。求你幫助我愛弟兄姊妹，好叫世人看見我們就能看見你。阿門。